国际消息来看，强烈的冬季风暴扫美国，对中西部到东岸是超过20个州，天气寒甲真惊人，有的所在是降到零下28度，搁咧落大雪。17个州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赶紧甲家友安置去避难所。道路上薄薄一颜色，为车辆头前的挡风玻璃往外口看，会当看到风速未细。受到强烈冬季风暴影响，美国德州甲奥克拉荷马州从礼23开始气温一来降落来。美国为中西部甲东岸有计有超过20个州，伫这个拜六会受到极限气候甲暴雪威胁。Looks to us as though it's going to be certainly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 winter season so far, and likely the most impactful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last 5 years, and probably will be one of the top storms in the last 10 in terms of the impact to so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NWS 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这场冬季风暴形容做怪兽级风暴，有计会为高原边缘甲落基山脉一路往东。环扫美国大部分地区受怪兽风暴影响，各地可能创下低温新纪录。明尼苏达州出现零下28度，芝加哥上低温也达到零下19度。气象专家提出警告，风暴可能会造成包括封路、断电等影响，其中17个州，包括纽约州、宾州、德州、纽德西州，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I've just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all 21 counties here in New Jersey as we prepare for dangerous winter weather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vy and widespread sn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and wind gusts of up to 30 miles per hour. 有部分州郡，包括德州、奥克拉荷马州、华盛顿特区，拢紧急动员安置家友到避难所。占这场低温风暴，各地超市、街仔等的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胖顶也出现像咧被欠货情况，航班追踪备台。弗拉州会议资料显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礼拜六2日已经取消超过7000航班。目前各州已经启动风寒应对措施，包括纽约市府为24暗开始清洁人员的24点钟轮班，以夜间机优化道路积雪，佮搭配除雪机清扫积雪。纽约州长霍楚表示，体感温度可能达到零下40至45度，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厝内，穿较少的衫来挡寒。公司新闻单时董编译。